国内肺癌的权威要完成台湾头一个骨髓移植的手术，医生陈耀昌传出今仔日台大病院过身，食到76岁。陈耀昌是对医界投入政治界，嘛捌做过国台代表、行政的顾问，后来真做是作家，伊的身份真多元，伊的一生丰富精彩哦。传出讲过身，和真侪人真唔甘、真思念。我心中有幻想说，这个有没有一天会变成这个大合剧哈？那感谢哈，这个美梦成真。2021年，陈耀昌医师讲，伊的梦想成真了，因为写的第2本长篇的历史小说《咖喱火红》改编去做电视剧，伫公共电视放送。陈耀昌医师是国内肺癌的权威，伫1983年完成咱国内头一个自体骨髓移植，伫干细胞的研究嘛有真大的贡献。伊60岁开始写小说，伫2016年嘛得到台湾文学奖。对医界跨界到政治到文学，陈耀昌是讲写小说是想要为台湾留着历史的记忆。伊的一生会当讲是个精彩个传奇。